唔知你有冇試過呢？成台都係雜物啦，或者呢成屋都係雜物，為咗清潔、為咗整理、為咗收納呢啲物品呢，花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心機啦。咁但係執乾執淨之後啦，好快呢又會打回原形，好似呢根本就冇執過咁樣嘅。咁今集呢會同大家介紹一個呢解決呢個問題嘅長遠方法，令到你呢可以重奪翻你擁有嘅空間啦，同埋時間。咁呢個方法呢，就係實踐極簡主義啦。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收聽 Just For 讀書會，我係 Justin。今集同大家分享嘅書呢，書名叫做《我決定簡單的生活》，副標題呢，就係從斷捨離到極簡主義，丟東西後改變我的12件事。咁作者呢，就係個日本人嚟嘅，叫做佐佐木典士。咁雖然呢，我冇喺呢個 channel 度呢，同大家介紹過有關極簡主義啦或者斷捨離嘅書，咁但係其實呢，我一直都幾中意極簡主義呢一個概念嘅。咁首先呢，大家唔好俾極簡主義呢個名嚇親先。要行到極簡主義啦，或者做到所謂嘅斷捨離呢，唔係叫你成屋啲嘢抌晒佢。極簡主義呢，其實就只係一套方法，令你可以呢達成你人生嘅目標嘅啫。咁作者就話呢，只要你符合以下兩個特質呢，其實就已經算係一個極簡主義者嚟噶啦。咁第一個特質呢，就係你好清楚咁知道啦，好清楚咁了解呢自己需要啲乜嘢。而第二個特質呢，就係你會為咗啱啱所講嘅啲人生重要嘅目標呢，執行斷捨離啦，放棄一啲咧相對上唔係咁重要嘅嘢。執行斷捨離咧，除咗物理上嘅斷捨離，即係你去抌嘢啦，減少你物品之外咧，你亦都可以做一啲情緒上啦、精神上嘅斷捨離，又或者係啲關係上嘅斷捨離，甚至係做一啲資訊上嘅斷捨離咧都得㗎喎。咁但係今集會同大家探討咧，主要係物理上嘅斷捨離啦，同埋少部分資訊上嘅斷捨離。情感同埋關係嗰啲呢，就可能留翻下一次先講啦。今集呢，會一齊睇下執行極簡主義對你有咩好處呢？我亦都抽咗書入邊呢其中幾個心得呢，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呢先可以有效咁執行極簡主義同埋實行斷捨離嘅。好多人呢會希望透過擁有一啲物品呢去展現自己嘅價值。就好似陀飛輪嘅歌詞咁樣講啦，我的美酒、跑車、相機、金錶也講究。咁但係咧，擁有物品咧，其實就只能夠帶俾我哋短暫嘅幸福嘅啫。到頭嚟咧，我哋就會俾我哋擁有嘅物品咧奴役咗我哋嘅時間。你可以幻想下咧，你好似陀飛輪首歌咁樣，擁有好多嘅美酒，擁有好多嘅跑車。咁擁有住好多嘅美酒咧，就意味你需要有一個酒窖啦，需要有一個酒櫃啦。你需要花時間、花心機咧，定期咁睇住個溫度，睇住個濕度，睇下個酒窖夠唔夠冷氣啊，睇下呢啲酒有冇發毛啊，睇下有冇入塵啊。又或者咧，你有好多架跑車，咁你啲車咧全部都要定期檢查啦，睇下車胎啦，睇下引擎啦，或者定期揸下唔同嘅車啦。畢竟咧太耐唔揸嗰架車咧，架車都會壞嘅。到頭嚟咧，擁有得越多嘅物品咧，就會佔用你越多嘅時間啦。而時間呢，就係你人生入面最重要嘅資產。咁所以呢，今集一開始就講到呢，極簡主義者第一點呢，就要做到你真正了解自己需要啲咩。你可能呢係需要一架車或者需要一架跑車啦，咁但係你係咪真係需要10架跑車呢？或者呢，可能講跑車對好多人嚟講呢，都好似遙不可及咁樣。我哋又點會買10架跑車啊？係咪先？或者講下衫褲鞋襪啦，大家呢屋企一定會有嘅嘢。咁多咗衫褲鞋襪喺衣櫃入邊呢，就意味住每次呢你想摷你想着嘅衫嘅時候呢，需要嘅時間呢就多咗咯。另外多咗選擇呢，都會令到你每次需要做嘅決策呢變得更加複雜。例如今日呢個天氣呢個心情，我應該着咩顏色嘅衫呢？咁假設呢今日心情好鬱悶啦，要着翻件藍色衫啦。咁又見到呢自己有9件藍色衫，又要諗下啦，到底我應該着邊件藍色衫呢？咁間接咧增加咗我哋需要做嘅決策啦，令到我哋咧會出現決策疲勞啊。咁呢度帶出咗個重點咧，就係一啲多餘嘅物品咧會令你花多咗時間去維修佢啦，去保養佢啦。而且作者喺書入邊咧引用咗個講法咧，我幾中意嘅。咁就係話咧，每一樣你擁有多餘嘅雜物咧，都好似發出緊一個沉默嘅待辦事項咁樣。可能係一啲未摺嘅衫啦，可能係一啲明知要抌、明知要處理嘅垃圾，但一直咧都未抌啦。咁
咁呢啲一直都待辦緊啦，未處理好嘅任務啦，同埋物品呢，其實咧都會製造到一種無形嘅壓力啦，同埋焦慮俾我哋嘅。就好似之前心流嗰本書所講呢，係所謂嘅精神傷啊。咁所以咧，透過認清自己需要咩之後呢，好好咁抌嘢啦，好好咁丟東西呢，其實係可以帶嚟到好多好多嘅好處。好，咁講咗咁多執行極簡主義嘅好處之後呢，而家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幾個減少我哋物品嘅心得啦，同埋原則啊。咁作者呢本書咧介紹咗55個減物嘅法則，我覺得有啲咧都幾值得分享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叫我哋去抌咗一啲咧我哋一早已經遺忘咗嘅嘢。相信大家咧都應該試過咧喺執屋嗰陣啦，或者喺大掃除嗰陣咧，發現咦原來咧自己櫃桶底咧有呢件衫㗎喎，或者搬屋執嘢嗰陣咧會發現咗一啲都唔記得咗自己曾經買過啦，或者咧見到先醒起，咦原來我買過喎，或者原來我曾經擁有呢樣嘢㗎喎。可能喺你執衣櫃嗰陣咧，發現咗一件好耐之前嘅衫咧，好想拎翻出嚟着。咁但係事實就係咧，冇咗呢件衫嘅你咧，每日生活都係過得好好。咁代表咧，你根本就唔需要呢件衫啦，或者你根本就唔需要嗰件咧，你一早已經遺忘咗佢存在嘅物品啦。呢啲你唔記得咗嘅物品咧，其實帶唔到好大嘅價值俾你啦。其實咧可以直接丟棄噶啦。咁呢個情況咧都適用喺你執屋嘅時候咧，發現咦原來櫃後邊咧有啲螺絲喎。或者有啲唔知咩嘅零件喎，會唔會有用嘅呢？會唔會可以擺喺度，等我有朝一日咧可以用得着嘅呢？咁但係事實上咧，好可能就係如果佢真係一個有用嘅物品或者有用嘅一粒螺絲啦，你一早咧就已經會好努力咁揾佢出嚟，而你冇揾佢出嚟啦，甚至你冇記得佢嘅存在咧，代表佢真係冇乜價值。其實咧就可以果斷咁執行斷捨離噶啦。咁下一個技巧咧，我覺得都幾實用嘅，可以咧好有效咁幫我哋去判斷一樣嘢咧，究竟應該留啊，定係應該抌呢？就係問下自己，如果你眼前呢樣嘢咧消失咗啦，你會唔會花錢花翻你嘅時間去買翻呢樣嘢翻嚟呢？一啲消耗品，例如係調味料啦，例如係 hand cream 啦，如果用晒嘅話，你會唔會買翻支新嘅呢？咁如果一啲非消耗品，可能咧你副太陽眼鏡跌咗啦，你又會唔會買翻一副呢？咁如果你嘅答案係你會花錢買翻呢樣嘢嘅話呢，恭喜晒啦！呢樣嘢呢係你真正需要嘅物品嚟嘅。可能咧你冇咗支 hand cream呢，隻手會好乾燥啦，或者你冇咗副太陽眼鏡呢，太曬啦，根本呢就睇唔到嘢嘅。你有買翻呢樣嘢呢，代表你有真正運用到呢一個物品嘅價值。咁但係如果你嘅答案係你絕對唔會買翻相同嘅物品嘅話呢，就代表你根本就冇好好咁善用到呢個物品嘅價值啦。或者佢喺你手上咧，根本就發揮唔到佢嘅價值。可能咧你網購咗件衫啦，根本咧就唔啱着嘅。早知唔啱嘅話咧，你一開始根本咧就唔會買呢件衫啦。咁但係咧而家買就買咗啦，可能因為種種因素啦，可能咧係沉沒成本啦，你唔想浪費咗買衫嘅錢啦，或者你唔甘心啦，諗緊咧會唔會減咗肥之後咧就着得落呢？種種嘅理由因素咧，令到你唔去抌呢一件衫啊。咁但係呢啲時候咧，最應該做嘅嘢咧就係忽略你嘅沉沒成本啦，直接咧將一件根本就唔啱你着嘅衫啦，或者你唔想再買嘅物品咧丟棄咗佢。如果唔係咧，呢件衫就會擺翻喺衣櫃度咧，短則1年半載啦，長則咧10年8年，直至你有一日咧，終於發現呢件衫咧可能已經霉咗啦，已經殘咗啦，終於要抌啦。咁所以咧，如果一樣物品係冇價值啦，或者我哋遲早都需要處理佢嘅話咧，不如咧我哋及早抌咗佢。盡快咧解放翻你嘅空間啦，解放翻你嘅時間啦。好啦，咁下一個覺得幾有趣、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心得呢，叫做生活從零開始啊。咁話說呢，有套紀錄片叫做365天的簡單生活啦。咁呢套紀錄片呢，個主角係一個年輕嘅男性嚟嘅。咁個故事呢，就係講佢租咗間倉庫啦，之後將佢所有嘅物品呢擺晒喺個倉庫入面。個規則就係呢個男主角每一日呢只可以拎一樣嘢出嚟嘅啫。因為第一日呢，佢咩都冇啦，咁佢就索性呢直接拎住張報紙遮住佢重要嘅部位呢，就跑去倉庫拎佢第一件嘅物品啦。咁呢就係一件大褸嚟嘅。而因為呢第一日呢，佢拎咗件褸之後呢，就冇得再拎嘢啦。咁去到第一晚呢，佢就只能夠瞓喺一個硬角角嘅地板度啦，咩都冇呢，就瞓覺過夜啦。咁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呢，唔係鼓勵大家去做啲咁黐線嘅嘢。
畢竟我覺得咧，好多物品咧都係我哋日常生活嘅必需品嚟嘅，例如係你對鞋啦、你嘅內衣褲啦，或者你嘅手機啦、你嘅杯啦。講到杯咧，都覺得幾有趣，就係咧，你應該好難幻想到冇杯啦，或者冇容器嘅你咧，係點樣進食、點樣飲水。咁題外話啦，最近咧睇咗篇文章咧，就係講人類文明第一樣發明嘅工具咧，唔係武器，唔係長矛，唔係劍，而係容器啊！冇容器嘅你咧，咩都做唔到啦，得兩隻手可以拎嘢，可能咧拎住兩個橙咧，已經乜都做唔到啦。咁之後有機會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呢一篇文章嘅。咁翻正題先，之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紀錄片嘅故事咧，就想話俾大家知。其實呢個實驗嘅精神咧，就係幫我哋去揾出一啲真正重要嘅事物啦，亦即係開始所講咧，成為極簡主義者嘅第一個條件啦。因為套戲嘅男主角咧，發現原來最後喺佢日常生活咧，有90%嘅物品咧係完全冇用到嘅。呢一啲物品咧就好純粹咁擺喺你屋企嘅某一個角落啦，白白咁樣咧佔用你嘅空間同你嘅注意力啊。咁所以咧，好鼓勵大家咧，好似啱啱所講。不妨諗下咧，喺你失去咗每樣物品之後，你會唔會想買翻呢？或者咧，假設你下個星期搬新屋啦，你又會唔會想帶埋呢樣物品去你新嘅屋企呢？好啦，同大家介紹咗幾款物品上啦、物理上嘅極簡主義之後呢，想同大家介紹多一種極簡主義呢，就係信息嘅極簡主義啊！咁我哋人類嘅大腦呢，其實喺5萬年之前呢已經停止咗進化噶啦。雖然我哋身處喺數位嘅年代啦，每日咧都有大量嘅資訊、大量嘅信息咧湧入我哋嘅腦袋入面，咁但係咁樣咧係唔代表我哋嘅大腦咧有足夠嘅能力去處理呢一啲過量嘅資訊嘅。好啦，咁點樣喺資訊上執行極簡主義呢？咁第一種方法咧就係減少吸收垃圾信息啊。咁垃圾信息咧可能係一啲八卦新聞啦，一啲無聊嘅小短片啦，可能係睇下貓貓狗狗啊。呢啲資訊咧，你睇完之後咧係冇辦法帶嚟長期嘅收益嘅。而且咧書入面講嘅研究咧，原來發現啊，當我哋吸收得太多嘅資訊嘅時候咧，我哋嘅智力咧係會下降嘅，就好似咧吸大麻咁樣。咁之前都有一集係講過咧，社交媒體咧或者科技公司咧係點樣偷走你嘅時間、偷走你嘅注意力嘅。咁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睇翻嗰條片。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作者建議我哋咧減少互聯網嘅接觸時間啊。例如咧設立時間段咧，幾時用電話，幾時唔用電話啦。放工之後咧就唔再花時間去睇公司嘅電郵啊、公司嘅信息啊。咁呢啲咧都係執行資訊極簡主義咧一定要做到嘅嘢嚟嘅。咁之前咧都介紹過本書咧叫做《深度數位大掃除》。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聽翻嗰集嘅內容。咁喺嗰集咧同大家介紹咗我哋點樣去做一啲數位嘅斷捨離啦，避免咧你對手機咧過度上癮啊。講到尾咧，其實執行極簡主義或者執行斷捨離咧，其實就係想你正視你生活入面嘅優先順序，並唔係每一樣物品咧都值得佔用你嘅空間啦，亦都唔係每一項資訊咧都值得你關注同埋吸收嘅。咁所以當我哋去執嘢啦，當我哋去抌嘢啦，當我哋咧去實踐呢個極簡主義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會更加深刻咁認識到自己咧究竟真正需要嘅嘢係啲咩呢？咁今集時間咧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都對極簡主義嘅內容有興趣呢，呢度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外國嘅 podcast channel 咧，叫做 The Minimalist。咁我都會將個連結咧擺喺資訊欄嗰度嘅。咁呢個 channel 咧純粹就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嘅啫，極簡主義。每集咧亦都會有啲觀眾打上去，同主持人咧傾下佢哋喺實踐極簡主義嘅時候遇到嘅困難啦，或者心得嘅。不過咧就係英文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不妨都可以聽下呢個 podcast。咁今集時間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大家都中意今集嘅內容，或者對今集嘅題材有興趣呢，不妨讚好啦、訂閱或者留言話俾我知。咁我哋咧下集再見啦，拜拜。